星期一起，政府推出為期2個月嘅柴油價格補貼計劃，有市民認同，又話正係考慮購置電動車，減低油價上升對日常生活嘅影響。亦都有議員認為補貼計劃有助舒緩運輸業界部分壓力，期望政府持續觀察，進一步研究應對措施。近期國際油價波動，同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嘅油品價格上升。政府由今個月11號起推出為期2個月嘅柴油價格補貼計劃，每公升柴油補貼3.3澳門元，期望減輕運輸業界嘅經營成本。有市民認同推出補貼措施，又憂慮運輸成本持續上升，影響物價。我覺得如果即係佢 keep 住咁升嘅話，就應該會有嘅。咁但係所以呢個問題應該就係佢呢個油價幾時降，然後令到個物價唔會即係造成最後尾一個物價唔會上漲嘅結果咯。油最好。如果會幫補幾多啊？10-20% 其實都開心嘅，因為入一次都700-800。亦都有市民話油價上升對日常開支造成一定負擔，正喺度考慮購置電動車，以及期望相關補貼可以擴展至汽油。我日常都有要揸車上落班啊，接送小朋友咁，所以而家嘅油價急升，其實對我嗰個負擔都幾大。我呢排都考慮緊會轉用電車咯，咁但係就諗緊嗰個充電嘅配套嘅問題。比起油嚟講，我諗1年應該都慳到幾千蚊嘅。係啊，因為而家每年嘅淨係我電單車油費支出，1年都要成差唔多4000蚊。立法議員李靜儀話：國際油價自3月起有較大波動，對各行各業造成影響，首當其衝係運輸業界，指運輸成本增加對物價造成一定影響。認同政府今次推出嘅柴油價格補貼計劃，有助舒緩運輸業界部分壓力，期望政府持續觀察業界受影響嘅情況。其實更重要嘅就係穩定油價、穩定物價嘅方向，令到市民喺呢方面嘅壓力唔會增加。咁而的士，因為佢哋亦都唔可以隨便加價嘅，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咁所以佢哋都係會直接係要自行承擔嗰個汽油價格貴嘅嗰個成本咯。咁所以都希望，譬如話好似係石油氣好貴啊，的士業界嘅一啲意見咧，希望政府都進一步研究有冇其他更有效嘅措施可以去協助到。咁除咗今次即係直接嘅柴油補貼之外咁。李靜儀亦都話：受國際局勢影響，航空業等行業持續不穩定，建議政府持續研究綜合性嘅應對措施，並且應該強化對油品價格嘅監管，提升資訊透明度，確保定價合理。